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我常听老一辈的人送年轻人一句话，叫做"看對頭，唔好看門了"，什麼意思呢？對頭指的就是对象这个人。門樓字面上是门楼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指朱门、高楼、富贵之家，就是看他的家世背景是否有钱。那么我们来看，有一个东西叫做祠堂門樓，这是什么呢？好，在客家话里面的祠堂就是指祭祀祖先的地方哦。門樓是指富贵家族的牌楼，所以呢，祠堂門樓合起来就是指身份地位的象征哦。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，它是一级古迹哦，那就是位于新竹县北埔乡的金廣福公館。金廣福，这客家话金廣福，金这个字呢，就是官方，而且又有吉祥的意思。廣呢，其实指的就是广东，指客家人。后面那个福呢，其实就是指闽南的意思。公館指的是处理公务所在，其实就是 office。目前列为国家一级古迹。它的建筑融合了闽客建筑古风跟垦拓社会间的简朴有力的风格呢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来介绍美浓东门城楼，它也具有历史价值哦。那个东门城楼呢，高有3.5丈，那么它宽呢是151方丈，目前是吴城墙聚落最大的城门楼了。不管你是否去过这些地方，它都是具有客家特色的一个建筑物，有机会去看一看哦。我们今天学的东西来复习一下咯。客家老人家跟我们说了，所谓的门当户对呢，并不是要看他有没有钱哦，而是看對頭，唔好看門樓。對頭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，这个对象。門樓就是指他的家世背景哦。英文說 right to marriage， 正确的婚姻，跟客家话的这句话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。再念一次咯，看對頭，唔好看門樓。我是徐薇，安子 C， 再见咯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